动，拆除威权，起造新国家宣言起草人林如信来宣读今年度的宣言。2021年2月8点0纪念行动，拆除威权，起造新国家宣言，已经是第74档啊。1947年2月27迄暗，咱失去一个台湾人，咱的一个妇人去互拍着伤。刷落来40档，咱失去几万的台湾人，失去咱规个世代的精英、读册人、地方头人，失去对政治、对国家的想象，失去建立属于咱家己国家的机会。74档，61年就过啊！咱刚已经知影是啥开始谈文成教授啊！咱的受难者甲因的家属，敢已经得到历史应该予因的正义啊！咱是毋是甲34档前内拢因头一摆2月8公益和平运动做的共款，要来呼吁公布真相，平反冤屈。就算到2020年，民进党搁一摆全面执政，咱犹原是等袂着咱爱的真相。连要讨人家迄案陈文成谋杀案的资料，嘛去互国安系统阻挡。中华民国夺走台湾人的灵魂，嘛夺走咱的语言、咱的文化、咱的历史、咱的记忆。伊无爱互咱知影，害死台湾人真正的凶手是啥。伊甲咱讲，2月8只是官民冲突。伊讲白色恐怖是必要之恶。伊讲咱的语言无字，伊讲咱的文化粗俗，伊讲咱拢是中国人。空喙还阁遮尔疼，你叫我安怎讲？讲咱已经甲2月8甲白色恐怖的假释记伫心内。你叫我安怎面对受难者，面对所有成败？讲咱的社会已经有在进步，因的拍拼毋是白了工，请毋免阁操烦。咱的空喙是中华民国用伊的暴力、伊的压迫，一刀一刀插出来的。伊甲咱害甲毋敢好，毋敢爱。今仔日，咱就爱甲咱的痛痛、咱的诉求拍出来。咱主张第一，咱爱拆除威权，全面彻底清算国民党甲伊的相关势力。只有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看清楚真相，咱才会当好好面对甲反省党国体制对咱造成的伤害，转型正义才通真正开始。这毋是咧拆了做棍，毋是咧斗争，是空喙若要好，定着爱经过清爽的过程。第二，咱拒绝搁用咱的资源崇拜独裁者。咱要求删除当年维护威权上顶的预算，中正纪念堂甲自由2张陵寝，拢是党国体制的威毒。咱无法度接受中华民国用咱的资源继续去塑造台湾人对杀人犯、对独裁者的崇拜，嘛拒绝接受因强化中国史观。第三，咱爱起造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，甲世界共同对抗中国帝国主义。2020年，世界除了共同对抗中国内的武汉肺炎病毒，同时嘛咧对抗中国的帝国主义。伫这个全球政治甲经济重整的时刻，咱一定要把握世界局势，甲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切分清楚，才通进一步去除中华民国的实名，互台湾真做是台湾人的台湾。追求独立建国的台湾，嘛爱回头看反抗国民党的经验，甲香港、Tibet、East Turkestan、南蒙古徛做伙，用咱共同的经验来对抗一日比一日更较怀拔的中国，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的未来。咱毋惊空喙清爽的疼，毋惊这条路有偌歹行。天光进前，咱会继续行建国的路。
继续找找利益版甲白色恐怖的真相。有一日，咱会靠家己起早属于咱的国家。多谢。